调雨顺，国泰民安。再拜苗栗县同花歌舞协会、同花歌舞推广协会会务昌隆。三拜众姓氏人等五福俱全。李晨。 同志朋友，泰國睇是泰假嗬，所以泰假呢，呢啲係啲條款面咧嗬，咁呢啲嘢係啲果鬆互通客家電影視服貓，學係啲發通發表飛，學係啲所謂嘅發表飛，學咁呢非常歡喜嘛，非常榮幸呢，老泰假呢做得無客車車動作啊，嗬，做得嚟參加係啲嘅發通，學咁呢，哦，剛剛呢有上係啲嘅呢年人，哦，老係啲呢啲準神。 來敬拜，還有呢現場呢有展示一啲客家藝品，還有客家美食等等，還有有請嘅一啲先生來泰家來燒嘅一啲田工藝，上分享一啲同化，還有呢個歷史作林戰一歷史作生存泰家呢個地方。那天談到嘅主持人全場用客家話講，講啊！ 哦，天南的，佢哋其實都可以壓別特係嘅，佢係做咗一個客嘅一個，條多面講客了，但係睇愛用嘅後生嘅人哋愛用講嘅真係千難嘅神農大家今年咧喺個互通客家新同胞嘅嗰種嘅發通，最重要嘅咧就係介紹呢年咧。呢啲係客家美食、客家美食呢客家美食嘅當然。 那大家睇嚟乜嘅？吹頭扮，還有乜嘅？扮嘢。那李亞這邊介紹的是手工藝品的創作展示，那全部都是用手工你就說沙溪的民眾啊，全部獨立就用自己的創作大家第一樣乜嘅嘛？你好，每天無關錯，是不中那個用的。無關。對，很多茶壽、波紋，你茶，你泡回茶，香粉甜茶是手回茶，就手回茶，它特別有這種創意還有呢，你喺同江社區的鍾先生你周圍也無關洗澡沒用編織的，還有小書包，還有那種特別的。 台灣有一張啊，現場有名的電視機，你還做乜還用來看看神，看什麼？看底部叫做那看人家打劫，神隱仙女的做的嘛，平常你客家人生活日常生活，然後呢就是你懂得創作，所以做出來的都是用手工自己創作，可以放很多東西。你厲害的講，該放的可以放很多放進去，然後那個就做那個包裝也係那些同花的衣服，這個用不得了喲，那不得了啊！也係你客家歌手。 我們有像林正義老師，還有其他的非常優秀、非常棒的歌手，也要出了專輯叫做音樂的創作合集專輯。林正義老師在這裡，林正義老師作詞作曲的，厲不厲害？厲害！有沒有每一首歌都會唱一首？我們往前問。紅髮洋衣讚讚讚。 星空一一點紅，一一向前你安坐。你睇咩唱歌安尼總冠賽，對咧安尼頭份移民咩話個由來係樣吧？係咪做隻小件？可以啊。 好嚟，各位新鮮睇地大家好，我係琪琪。嗱，今日呢嚟到移民廟，留移民廟來發揚
啊，那移民庙是一个非常好的客家的传承啊，安尼客家的播种精神，还有客家的信用中心。然后呢，安尼来访问安尼总管司李总管司，总管司你好。嘿，然后呢，安尼庙方啊，看到安有规模吼，那安尼管理啊庙方的吼废物啊吼，加个种子很样办。诶，你的庙方的种子呢，就是要来做公益慈善活动。你头份移民庙，你陈主任一次的种子就会一方面，所以呢，你在一直以来呢，就做青岛的公益慈善活动，也来得到苗栗县政府、然后国家的内政部的公益慈善奖。在以前清朝的时代呢，社会无安宁呢。所以呢，你个当时的父老兄弟就成立个移民军，来勇敢来抵抗个强盗，来保护你的家人，来牺牲到性命。经过你清朝的乾隆皇帝呢，来赐封到宝藏，并且是你的先贤呢，就来创建到宝藏移民庙。后来呢，你头份移民庙是在清朝光绪11年就来创建，以来到下也有137年的历史了。你透过的庙宇呢是一层楼，后来在民国56年的时间又改建，变到3层楼的庙宇。在去年呢，104年到107年呢，你本庙也有来重新来修缮琉璃瓦的冲太工厂。所以呢，你也完工以后呢，你个庙呢变到更加的美轮美奂、金碧辉煌哦。一直以来呢，你呢头份移民庙在你陈天强、陈主委，然后全体的理监事的努力管理之下呢，你庙宇的宗旨重点就放在做公益慈善方面。所以呢，你就想到爱本到弃之以社会，还之以社会的原则，做青岛的公益活动。所以，你头份移民庙也来得到苗栗县政府然后国家的内政部的公益慈善奖。你头份移民庙也是你地方上的宗教信仰文化中心。你这个总统呢，到署长也会来到你头份移民庙来参详。